咁啱，今日天氣又唔好喎，大家會唔會有啲忐忑不安、心情麻麻地啊？本應我哋對廣州隊嘅離愁別緒咧，可能已經擺埋一邊㗎啦。但係今日咧，我哋有兩支新嘅廣州球隊啦，同時出發，一隊咧就係中甲，一隊咧就係足協杯。然後咧，同好多咧業內或者係球迷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球迷會啊，唔同層面嘅球迷啦，傾過偈啦。大家咧都幾百感交集嘅，有部分咧就會覺得舊年嘅廣州隊啦，我哋被迫解散啦，仲有啲心不忿嘅，有啲已經準備好啦，重新起步，甚至咧買定飛，今日兩場波我去邊度睇啦？有啲咧就停一停，諗一諗，睇一睇，觀望嘅態度啦，睇下廣州炮啊定蒲公英啦兩隊波，邊隊啦搞得比較好啲。而作為球迷啦，自己有個少少要求啦，就兩隊波啦一定要有心同埋責任感啦。係幫廣州足球、廣州球迷啦，要做啲嘢。咁而我哋傳統媒體、新媒體、自媒體、球迷朋友們啦，都要心存公道，唔能夠人云亦云，要以事實為依歸。想停一停、諗一諗、觀望嘅又得，需真誠、需越秀山捧場嘅又得。又或者唔好忘記啊，我哋仲有一隊中冠嘅球隊啦，就屬地紅啦。琴日輸你足協杯嘅第一 round 啦，輸咗俾隊中乙嘅球隊貴州0-4。但係未來可能我哋三隊嘅發展啦，都咁努力，都咁為球迷做嘢。於是乎，我哋廣州足球啦，雖然係再起步，但係呢個起步啦，可以係好燦爛。今日講課自己開工啦，今晚冇早場喎，英超11點啦，有曼城對白禮頓咧爭歐冠嘅資格㗎。今日1點半鐘啦，我就唔講英超啦，會轉咗去講啦。第2對第5，皇家馬德里，西甲對住維拉利爾，我哋今晚直播見。